今次個 MV 咧就係我同阿導演咧自己諗嘅。呢個係即係以前睇電影咧，好中意嗰個 Sim City 嗰個感覺，用一個黑白，但係有某啲色咧就會特別突出嘅。咁我就所以好想 MV 咧就揾到阿李彩華，因為佢係一個電影演員阿 Ring， 咁就會令到咧嗰個 MV 更加升華，有個電影感更加重。MV 寄情於自己睇下，即係好多生活啊、工作啊，或者喺個現實中遇到嘅嘢咯。因為即係如果鞋咧，大家可以睇到唔同嘅鞋啦，有波 boot 啊，有返工啊，高踭鞋啊，有細路仔鞋啊。因為呢個社會上其實係咩階層嘅人或者咩社會人都會即係有機會踐踏你，但係你就要硬食所有嘢，所以就係即係你又唔可以出嚟太多解釋，因為解釋可能都係等於掩飾咁樣，即係喺呢個社會上。咁所以最好就係即係喺個 MV 就表達到咁多嘅社會議題喺邊。阿 Wing 就係一個叫做有個最大嘅人啦，咁我幕後最大嘅其實可以控制到好多嘢嘅，咁就呢個係個即係返工嘅一個層面咯。以前睇呢個百分百感覺啦，黑白道啦，跟住仲有呢個打咗英雄傳啦，最近都係咁睇嗰啲嘢。以前都係咁睇啦，咁就即係認識咗佢之後，都希望有機會可以同佢合作到嘅，因為佢都係一個即係叫做我哋香港有個代表性嘅一個 artist 咯。咁如果可以同一個香港代表性嘅 artist 合作過，都係一個即係自己喺呢個娛樂圈一個足印咯。阿 Ring 平時咧都係主要喺內地發展啊，工作咧就超級忙啊。不過聽到佢咧就一直咧都好照顧後輩嘅，所以咧我就透過即係導演啦同阿 Ring 咧講起呢個 MV 嘅理念同埋構思啊。點知佢咧真係二話不說咧就答應咗幫忙啦。今次能夠揾到阿 Ring 做女主角，真係萬分嘅感激啊！佢嘅參與咧令到 MV 咧真係好睇咗超級多，同埋好有睇頭啦，亦都俾咗我呢啲後輩好大嘅動力啊！多謝阿 Ring。都朋友啲朋友咯 ，friend 嘅 friend 介紹咯，之前係啊，一段時間咯，又唔係話特別耐，但係就覺得佢即係對於自己嘅工作好有 heart 咯，我覺得係好正。其實大概講完之後，我哋又有導演有同我哋溝通過嘅。係啦，大概成件事都係靚啦、型啦咁樣。製作真係好好喎，因為佢同導演嗰陣時傾嘅時候，佢都已經有講，都會問有啲食煙鏡頭會唔會好介意啊？咁我哋又覺得如果係好有型嘅，咁我哋會覺得 OK。我都冇諗過，我都諗下拍個 MV 啫喎，應該好快搞得掂㗎咯。但係佢真係完全係電影 feel 嗰啲製作咯。咁我覺得即係嚟到現場就更加感受到成隊 crew 啊，同埋佢哋嘅嗰種好有真誠、好有客咯。